Hello，大家好啊！Polygon 咧將會喺今個 weekend 咧喺 Coquitlam City Central 推出一個全新嘅矮松公寓項目嘅。咁首先咧，我為大家講講呢個項目嘅賣點啦。咁啊，佢嘅 location 咧可以話係正中大旺啦，行5分鐘左右咧就可以去到 Tri-City 其中之一個咧最大型嘅公園咧 Town City Park 啦。咁呢個 park 咧係有佔地100英畝咁大嘅喎，係相對於78個足球場咁大㗎。咁入邊咧有網球場啦，有籃球場啦，有排球場啦，足球場啦。棒球場啦等等啦，非常之多嘅facility 㗎。咁而行5至15分鐘左右咧，就可以去到 SkyTrain Station 啦，同埋大型嘅購物中心咧 Coquitlam Centre 㗎。咁嗰度有咧 TNT 嘅超市啦，同埋有韓國超市啊，所以話非常之方便㗎。咁而佢嘅校區咧亦都非常之好嘅喎。咁有喺 Tri-City 咧係比較出名嘅Pine Tree Secondary，咁佢評分非常之高㗎，咁大概咧喺7.3至7.5咁樣㗎，亦都咧又係好出名嘅法語教學嘅 Dr. Charles Best Secondary，咁佢裏面咧亦都有咧 IB program 添嘅。而呢個項目咧已經咧開始咗興建㗎啦，預計咧喺明年2027年咧第4個季度咧就會起好㗎啦。提供咗1房1房加釘、2房2房加釘、3房3房加釘嘅選擇㗎。咁1房咧就有618尺咧至到670尺㗎，而2房咧有776尺咧至到992尺㗎，而3房咧就有1040尺至到1200尺㗎，屬於咧比較大面積嘅戶型。而佢第一輪嘅價格咧都非常之吸引嘅，1房咧係50萬起，2房咧都只係60萬起嘅。每一戶咧都包咗 heat pump 嘅冷暖系統同埋 EV parking， 而住客咧亦都可以享用咧超過3800尺嘅室外同埋室內嘅公共設施，包括咗健身室、會客廳、兒童遊樂場等等。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約時間過嚟了解一下㗎。